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9月7日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波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祷告，把难事交给上主。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15章30到37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我们仰望上主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保护者，我们心中充满喜乐，因为我们信靠他的圣名。作家兼神学家罗素·摩尔回顾了他当年在俄罗斯的孤儿院领养孩子的经历。他说，当时他在孤儿院里面陷入一种可怕的寂静。后来有人解释说，那一些婴儿都不哭了，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会回应他们的哭泣。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又觉得无人会吞噬我们痛苦的心声。最糟糕的是我们觉得上帝也不会听到我们的呼求，也不会看到我们的眼泪。其实呢，他听到了。在诗篇中第61篇，大卫将自己的祈求和苦情带到他的创造主面前。他说，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求告他，求带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大卫向上帝呼求，是因为他知道唯有上帝才是他的避难所和坚固台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都会遇到各样的困难和逆境。在这个时候，或许是成为我们经历神的管道，也帮助我们将困难的事交托给上主。今天的经文描述了大卫他如何透过祷告把困难的事交托给上主。首先呢，他流泪的祷告，表达内心的痛苦和困惑。大卫王在逆境当中，他选了一种特殊的祷告方式，他流泪而上橄榄山，头蒙着头巾，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痛苦的祷告。哀痛的表现就像送葬的样子一样。大卫他并不忌讳让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给他的随从们看，他要的是让大家知道他的祷告是真诚的祷告，不需要华丽的句子，而是一次坦诚的对话。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他向上帝倾诉自己心情，还有他面对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情绪，真实的表达内在的情感出来，而不是做作虚伪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他的祷告带着信心，相信上帝的计划可以超越困境，他掌权。虽然大卫他面临巨大的困难，他逃离了耶路撒冷，但在他的祷告当中表达了对上帝的信心。他相信这位上帝的计划超越他所经历的一切的困境。所以祷告不仅仅是倾诉，也是表现我们信心和信任上帝的方式。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有能力帮助我们克服一切的困难。虽然亚西多弗是一个足智多谋又很了解大卫的人，是大卫最意外也是最危险的敌人，所以大卫说呢，不料是你，你原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，并且他向神祈求说，求你把我隐藏，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搅乱。但
上帝能够使人最聪明的计谋变为愚拙。所以呢，大卫刚祷告完，就看到了亚基人户筛来迎接自己，他的祷告立刻蒙上帝应允了哦。第三个我们看到，就是他在祷告当中寻求智慧，祷告使他拥有了智慧的谋略。所以大卫呢，授意户筛回城去当押沙龙的谋士。大卫使户筛表面上好像当押沙龙的谋士，实际上针对亚希多弗的计谋暗中加以破坏，就是帮助了大卫咯。大卫告诉户筛，他在城里也有大卫安排的盟友，就是祭司撒督和亚比亚他。户筛可以透过他们将王宫里的消息传递给大卫。最后我们看到，借着祷告，他蒙上帝的保守。最后我们看到祈祷把难事变为好事，或者是说美事。上主赐给大卫平安。大卫虽然身处逆境困境，但他在祈祷的过程当中，这个上帝所赐的平安超越了周遭的挫败和困难。大卫平生必定是以真诚待人，以至于他在遇到危难的时候，不单是祭司撒督全家冒险做内应，更有朋友户筛冒死作为他的间谍，就是要破坏亚希多弗的计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能从大卫的身上看到一个愿意倚靠上帝的人是如何面对困境的吗？若你的人生遭遇患难，你会选择怨天尤人，还是靠着神克敌制胜？你会手忙脚乱，还是依靠上帝安稳呢？愿这位上帝叫你的灵命刚强，可以承受人生各样的风浪哦。借着今天的经文分享，让我们知道祷告它不仅仅是表达我们信心和依赖，还带来了上帝所赐予的平安。当我们面对逆境和挑战的时候，不要忘记祷告，相信他的计划超越我们的困境，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平安和力量。愿这个提醒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找到经历主的恩典和安慰，并在信心当中继续前进。我们来思想，我是否在危机当中清楚自己的保障在于上主，因而能够将危机交在上主的手中，祷告等候他的裁决与带领，同时也领受上主的智慧来因应危机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是我们的高台。今天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学习到了祷告的力量。祷告交托，让我们的难事因为神的介入变成美事。让我们像大卫一样来学习，他能够把我们在困境忧虑当中交托给主。我们在祈祷当中，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内在的痛苦，也表达我们对神的信心，并且愿意顺服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赋予我们信心，使我们能够相信你的计划超越我们所遇到的困难，帮助我们顺服你的带领，即使我们不明白你的道路。最重要的是得着你所赐的平安，这个平安超越了我们所经历的苦难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和平安的源头。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，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
学会借着祷告把难事带到你的面前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借着祷告可以经历难事变成美事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